李登辉先生伫做总统这12年的时期，推动一连串宪政改革，包括改选万年国会，包括总统直选等等，用无老会方式来完成着民主化。李登辉是第一位台湾民选的总统，嘛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在任的国家的元首。伫当年处境艰难的外交工作表现甲真醒目。1995年，李登辉回到伊的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，讲到中华民国讲到世界，引起着国际关注。李登辉伫1999年提出着两国论，讲两岸是特殊国甲国的关系，嘛引发着国际社会讨论。伊卸任了后，离开国民党，将做本土反日支持者的精神领袖。支持者尊称伊是台湾之父，反对者讲伊是台独的教父。经过将近100年的岁月，咱就为无同的视角来了解李登辉的一生对台湾的影响。1999年2月，台股冲上万点外汇，创下新纪录。要要对比经济发展、政治改革，却是陷入困难。40年唔捌改选的国民大会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，将争议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。抗议各大自肥。1999年3月10日，学生集合伫中正纪念堂的广场，提出解散国民大会，废除临时条款。召开国事会议，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等4大诉求。我们怀抱着青年的理想，希望借由这次的行动，为我们国家的改革注入新的生命力。我们深信，这是一项爱国民主行动，它会获得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。这是台湾头一摆大规模学生抗议行动，李登辉接见53名学运代表。将来这个国民大会啊，为这个改组或是怎么样啊，那个牵涉到了将来的这个是宪法的修正以后啊，才可以有这个国民大会发展。李登辉就同意召开国事会议啊，然后他是答应了学生一些，包括尽快让那个万年国会走入历史啊，后来才100合就结束了嘛。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。也给他很大的压力，所以后来才会有虎口的总统这样的一本书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时他连他自己的安全，他恐怕都没有办法自己确保。那所以他是在一个非常就是很诡谲的一个状态里面，然后去推动一系列的民主改革。依照对学生的承诺，李登辉召开跨党派国事会议，6天会议结论包括推动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，完成正副总统会使连任1摆，由人民直接选举等等重大修宪案，并且结束万年国会运动，台湾民主化进入全新的阶段。这是我们当时国民党的传统力量是不赞成总统直接民选的，但李先生跟民进党合作，跟这个当时反对力量合作，所以共同完成了总统直接民选。那总统直接民选对台湾的民主，当然是跨了历史的一大步。民主改革路，李登辉继续向前。两岸关系上，1991年，伊主持国家统一委员会，通过国家统一纲领，并且指派苏志成加郑淑敏往来两岸做比赛。原来有密使好不好？有密使好不好？学生都有管道好不好？1993年4月，密使暗中协调，促成海基会董事长郭振武。中国海协会会长王道涵伫新加坡头一摆举行会谈，双方并且签署两岸公证书、使用查证等4项协议。两岸的未来的发展，启开了一个也可以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。两岸关系较回，李登辉嘛展开密室外交。1995年，伊去美国进行6天的私人访问，伊是头一位访问美国的在任国家元首，受到侨胞热烈的欢迎。
那个华侨哈，都在那边欢迎李总统。那李总统还特别下了飞机以后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大家都拿着一个国旗，然后李总统还特别跟他们拿国旗，跟他们谢谢，然后跟他们问候这样子。伫母校康奈尔大学，李登辉发表民之所欲，重在我心的演说，会场拢坐甲甜蜜甜，更加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注意。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。完整的说明台湾民主化的过程，当然。也要感谢美国的这个示范的民主典范，所以在场就哇一直拍手啊，因为夸奖到美国，大家都很开心啊。那篇演讲其实我觉得新闻效益上非常非常大。规篇演说总共讲到4摆中华民国，所以讲李登辉出行被称之为开创之礼，意义重大。不过李登辉访美行程，与两岸关系急速降温，台海风云再起。李登辉寻求总统连任的前夕，1996年3月，中国宣布进行一连串的军事演习，意图武力威逼军事强悍。你看他96年我们第一次总统大选是多么惊险，中共那边是用飞弹在南北两端给我们威胁，好，但后来克林顿总统。派了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，这是李总统当然对国际局势有掌握，对情资有掌握。他说那个是 A 告啦，意思就是空包弹。所以有人认为说他泄露了军机，害了我们的那个在大陆的那个情报员。我前不久跟那个苏志诚有个对谈了啊，他是说那样子的军事演习他不会用实弹。台湾头一摆总统、副总统的直选，无受到台海飞弹危机的危险。总共有4组候选人，国民党李登辉连战配合，民进党是彭明敏、谢中廷助喊，也有国民党出走参选的陈李安、王清峰以及林洋港、霍碧川。最后选举的结果，李登辉得票是581万票，得票率54%，当选第9任正副总统。我们要永远捍卫民主这一条的大道。在国家面临威胁、痛后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完成这次的大业，因为我们深信这是历史使命的召唤。为废除临时条款，终结万年国会，催生省市长民选加总统直选。台湾宪政改革过程在经途海浪中完成上界重要的一部分。时代杂志称李登辉为民主先生，国际社会嘛以宁静革命为上悬的赞叹。登辉先生的领导智慧，除了他坚定的信念跟信仰之外，他有一个领导的艺术，非常高妙，就是平衡，随时平衡。那平衡才能和谐，和谐才能进步。最后4年任期，因应台湾甲中国关系，李登辉要求企业家戒急用忍。1999年7月，伊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，更加明确讲到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，这就是出名的两国论。对中国1991年修宪以来，已经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，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。台湾的宪政改革来讲，你想，如果是一个地方政府，怎么可能选总统？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那怎么有全面的国会改选？所以说，他既然已经摆脱了以前的两蒋时代的那种一中的意识形态的话，那你势必要走向两个嘛。两个的话，又不是一中一台。那现在当然是2个中国啦，或者是2国哈，这个说法也避开是不是2个中国了。你李登辉是国统会的主委啊，你要执行的是国家统一纲领中华民国宪法是包括
蒙古啊，你现在居然说两国论，这个就动摇国本所以你说争议大不大？1996年底，李登辉召开国家发展会议，5港会期造成冻结升级选举，总统提名行政院长无需要立法院同意等等的强声。2000年，伊无竞选连任，拜前比年支持度真悬的宋楚瑜推选连战为拿赢出战，致使宋楚瑜不满，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选总统。最后，在野民进党但水扁以将近40%的票数当选第10任的总统。李登辉帮他助选是很拼命，他那时候即使年纪那么大，一场场帮忙跑啊，我们跟着去也知道他很累，但是输了就是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连战输了情绪也不是很好。那个时候国民党一输啊，那真的简直是要暴动，那不是去包围中央党部吗？要李登辉下台。统派的这一些红媒这一些报道啊，他们眼中的李登辉十恶不赦，或者是根本就是民主罪人啊。2000年5月20日，李登辉结束12年的执政，甲陈水扁进行权力交接。伊离开总统府，嘛甲国民党愈行愈远。2002年，媒体报国安必销的案件，讲李登辉非法动用35亿块外交秘密经费。最后法院判伊无罪。李登辉他们为了便宜行事，然后也为了保密，所以他们才是去做一个你的任何人都查核不到，只有总统看得到的支用。那这个钱本来就是不应该存在的，李登辉却在这个事情上脱了身。其实这个严重的讲是他个人一个贪污的行为。过去都排斥在外的。那么突然呢，就有黑道老大也进来了变成我们的同事这些，那也有企业界的大佬财阀那些进来，所以大家就对他就有一个所谓黑金的这个问题。卸任后的李登辉爱拍克洛夫，同款挂心国家大事。2001年8月，台湾团结联盟成立，封伊为精神领袖。李登辉先生，因为他后来卸任之后，因为也有台联党嘛，也有其他的一些做法说法，比他在总统任内呢，更清楚或者说更大胆所以都一直被定位为什么台独教父之类的啦。其实这个教课纲的改去中国化，在李登辉当总统时候，趁着教改就已经全面颠覆掉了。这以后大家就叫他台独之父了嘛。同年，李登辉成立分析会，希望我会使集中社会民间的力量，深化台湾民主，提升台湾主体意识。2004年，伊出席228万人手牵手护台湾的活动，甲全台各地200万的民众手牵手排成500公里的人链，宣示保护家园的决心。他那天上午8点多那一天228的上午2004年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演完了，天有台湾。”怎么讲？因为没有下雨。李登辉出席活动，评论故事。不过2012年，伊被确诊去治疗大肠癌2期，入院手术切除差不多25公分的大肠。2013年，伊阁进行椎动脉窦颈癌手术。这个时阵，李登辉规身躯的血管颈已经有12支。2017年，伊培育台湾好牛，以3支的祖厝原hình鸡来命名，叫做原hình牛。做台湾牛啊，唔是讲干日本牛啊，台湾牛啊。台湾牛啊。和台湾的人哦，食迄比日本人更好的牛啊吼，这就是目标啊。2018年，高龄95岁李登辉到日本参加活动，年底时伊无涉入日方英跋倒，头壳弄着伤有出血，赶紧包好了后送到病院去治疗，无啥要紧。
经过将近1年的休养，2019年10月难得伫基金会募款的餐会露面。2020年2月7日，李登辉任务领责到半暝紧急送到病院，因为数日前肺炎留入病院治疗，入院174天的期间，缓和的感染，致使败血性的休克加真侪器官败去。7月30日暗时7点24分，伫台北永民总病院过身，享期寿98岁。李前总统高龄98岁。本身又合并有多重的慢性疾病，抵抗力弱。在他这一次住院的病程当中，有174天有反复的感染，最后因为败血性的休克，合并多重器官衰竭。虽然经过我们医疗团队全力的救治，仍无法挽回。我唔知影死的代志，我当时死就亡嘅。我无烦恼呢，我即摆上烦恼是台湾呢，唔知好势无？将来台湾呢，这民主化呢，要安怎搁进一步去行？漫长的人生路，李登辉先以冒险突破，进入国民党权贵统治集团，变成政治局的接班人，开启宁静革命。当2000年拿赢败选，伊离开国民党，化身本土反逆台湾派精神领导者。支持者称伊是台湾之父，反对者批评伊是台独教父。不过，当台湾人以台湾是亚洲上民主、上自由的骄傲时，无可否认，李登辉是重要的推手之一。纵观这位民主先生的一生，就是一本台湾的近代史，讲过留予后人历史去评鉴。